你部手機入邊有幾百個 app 教你健身、教你理財、教你學語言、教你瞓覺，但係有一部機器你日日用緊，一秒都冇停過，就係你個心。呢部機器你有冇睇過佢本說明書？其實有，呢本說明書寫咗2500年，全世界幾十億人讀過，但係好多人一聽到佢個名就即刻縮沙。佛學咁高深，唔關我事啩？我哋今日就係要拆呢個誤會。呢一系列課程，我會帶你由零開始行一次成個佛學嘅地圖，唔使識任何背景，唔使信任何嘢，淨係要你帶一樣裝備，你嗰啲解決唔到嘅煩惱。喺開始之前，我想同你玩個遊戲，測一測你而家對佛學嘅印象有幾多係真，幾多係假。3條問題，心入邊答，睇下你攞幾多分。第一條，學佛係咪一定要食素？3、2放於答案係唔一定。佛陀當年帶住弟子周圍去乞食，人哋施捨咩，佢哋就食咩，冇得揀。食素係後嚟部分地區嘅傳統，唔係入場條件。呢個系列亦都一樣，冇任何入場條件。第二條難啲㗎喇，佛學成日講空，空係咪即係乜都冇，人生冇意義？3、2、1，又係錯。空唔係話樣樣嘢都唔存在，而係講緊樣樣嘢點樣存在。呢個字係成個佛學最容易畀人誤解嘅一個字，我哋成個第一單元都會同佢死過。而家唔明，完全正常，埋個關子先。最後一條，佛陀係咪一個神？3、2、1，唔係。佛陀係一個真實存在過嘅人，有出世紙，有屋企，有仔，有中年危機。佢冇話過自己創造世界，亦冇應承過幫你考試合格。佢做嘅嘢係搞清楚咗一件事，然後教人。你啱咗幾多條？3條全中嘅，你已經贏咗好多讀咗好多年嘅人。1條都唔啱，咁你今日嚟啱地方啦。因為呢3個誤會拆咗之後，張地圖就可以開始畫。一幅地圖總要有個起點。佛學嘅起點唔係一本書，唔係一座廟，係一個人喺一個晚上諗通咗一啲嘢。我哋用10分鐘講呢個人嘅故事。2500幾年前，尼泊爾附近有個細王國，王子叫悉達多，屋企係典型嘅直升機家長。老豆聽咗個預言，話個仔第日會離家出走去修行，到即刻起咗3座宮殿，將個仔困喺入邊，將所有唔開心嘅嘢隔晒喺牆外。王子喺宮入邊住到29歲，物質上要咩有咩。但係有一日，佢坐車出城，見到4樣嘢，成個人生觀就諗咗。頭3樣佢見到一個老人、一個病人、一具屍體。而家我諗你估第4樣佢見到咩？唔好即刻答，認真估一估。提示頭3樣係問題，第4樣係一個可能性。第4樣係一個修行者，一個乜都冇，但係行路好平靜嘅人。老、病、死係3條題目。呢個人係第一次有人示範畀王子睇，原來可以唔驚。嗰晚之後，王子半夜離開皇宮去揾呢個唔驚嘅方法。佢一開始試嘅係當時最流行嘅方法，苦行，即係同自己個身體鬥氣，絕食、暴曬、閉氣，捱足6年，瘦到皮包骨。你估下結果？答案係接近死亡，但係冇接近答案。傳說佢暈低之前，聽到隔離船上面有個師傅教彈琴，調弦調得太緊會斷，調得太鬆冇聲。呢一句嘢救咗佢一命，
亦都成為佛學一個核心性格。唔行極端，行中道。放喺今日，唔係躺平，亦唔係捲到死，係第三條路。之後佢食返嘢，恢復體力，喺一棵大樹下面坐低，話唔諗通唔起身。喺一個天光嘅時刻，佢諗通咗。諗通咗啲咩？麻煩你記住呢個問題，因為成個課程其實就係呢條問題嘅答案書。由嗰日開始，佢用返嚟嘅45年，冇起過廟，冇寫過書，淨係做一件事，邊個嚟問就教邊個。皇帝問又教，殺人犯問又教，掃地嘅問又教。佛陀唔係佢個名，係個花名，意思係醒咗個人。地圖第一筆畫完，一個人俾老病死嚇親，試過極端，揾到中道，醒咗，然後教咗45年書。咁佢教嘅內容究竟係咩？呢個就係地圖嘅第二區。如果要用一個身份嚟形容佛陀，唔係教主，唔係哲學家，係醫生。佢診症嘅格式同你今日去睇醫生一模一樣。你諗下，一個好醫生睇症會行邊4步？真係數下，第一步係咩？第二步呢？係咪咁？第一，確認症狀；第二，揾出病因；第三，話你知醫唔醫得好；第四，開藥。佛陀嘅核心教學就係呢4步，叫四聖諦。苦，人生有啲位係唔妥嘅；集，唔妥係有原因嘅；滅，呢個問題係醫得好嘅；道，藥方喺度。留意第3步，係成章藥方最大膽嘅一句，醫得好。佢唔係話人生就係苦噶啦，接受啦。啱啱相反，佢話呢樣嘢有得斷尾。你可以唔信住，但係至少要知佢講咗啲咩先可以驗證。四聖諦嘅詳細內容係下一堂成堂嘅主角。今日你淨係需要記住個結構，診斷病因，預後處方。因為之後嗰3部經全部都係呢張藥方嘅唔同服用方法。地圖第2筆完成，而家你手上有一個醫生，一張藥方，跟住落嚟就係3貼藥3部經。喺介紹佢哋之前，我哋先要做一件事，聽聽原文係咩聲。佛學留低咗一個3句嘅撮要，後人叫佢做3法印，即係3個防偽印章，用嚟驗證一樣嘢係咪佛陀嘅原意。我哋一齊聽一次，唔使明，淨係聽。聽嘅時候留意3句入邊邊一句最吉中你。諸行無常，諸法無我，涅槃寂靜。再聽多次，今次我逐句畀少少提示。諸行無常，所有嘢都喺度變緊，冇嘢留得住。諸法無我，包括你入邊都揾唔到一個固定不變嘅核心。涅槃寂靜，如果你真係睇通頭2句，唔安唔係結局，安樂先係。邊句最吉中你？第一句你可能啱啱經歷緊變化，第2句你可能諗緊我究竟係邊個，第3句你可能淨係想透啖氣。留言話我知係邊一句，冇標準答案，但係你嘅答案會話你知，你應該最留意課程邊一 part。佛陀在世嗰陣，一個字都冇寫低過，全部係口耳相傳。佢走咗之後，弟子先至結集寫低翻譯，經過幾百年，變成一個超級龐大嘅圖書館。我哋唔會迷失喺入邊，成個課程我哋淨係揀3本。快問一條，3本入邊最短嗰本得幾多個字 ？A 260 B 2600 C 26000 3 2 1。答案係 A。心經260個字，可能係人類史上字數同影響力最唔成比例嘅一份文件。佢係成個般若系統嘅撮要。我哋單元一用4堂拆佢，
拆完你會識得自己讀。第二，貼藥《金剛經》，名入邊個金剛係指世上最硬，可以切開一切嘅嘢。切咩？切你嗰啲認定咗嘅嘢。我係一個點點點嘅人，件事一定要點點點先得。呢部經專一執着係單元2。第三，貼藥最特別，壇經，唯一一部唔係佛陀講，而係一個中國人講嘅經。主角慧能唔識字，喺廟入邊舂米做粗重嘢。點解一個唔識字嘅工人講嘅嘢會同佛陀平起平坐？呢個故事本身就係答案嘅一半，單元3先揭盅。三貼藥擺埋一齊，你會見到一條好清晰嘅服藥次序。心經負責睇破，世界唔係你以為咁。金剛經負責放低，見到咗點樣唔再揸得咁緊。壇經負責日用，唔使出家，唔使上山，喺打工湊仔塞車嘅生活入邊點用。睇破放低日用，記住呢6個字，成個課程嘅骨架就喺你手。成個課程14堂，每堂半個鐘，一個禮拜1堂，就啱啱好一個季度。單元0即係今堂加下1堂裝備課，畀晒張地圖同張藥方你。單元1心經4堂，單元2金剛經4堂，單元3壇經4堂，最後1堂總複習。14堂之後，3部經你識得自己讀。跟得最舒服嘅方法係一堂一堂順住睇，因為每堂都會用到前面嘅零件。但係如果邊一堂嘅題目特別啱你，當下需要直接跳去睇都得。每堂開頭我都會用1分鐘同你對翻一次地圖，話你知你企喺邊。仲有一個跟法上嘅請求，呢個課唔係聽書，係做實驗。每堂尾我會留一個今個禮拜試一次嘅小練習，全部唔使多過1分鐘，好似今堂咁，一陣就有第一個。肯做嘅人同淨係聽嘅人，3個月後係2個唔同嘅人。落堂前隨堂測驗3條，好快。1. 佛陀係人定係神？係人，一個醒咗嘅人。2. 佛陀個教學格式似邊個行業？醫生。4聖諦就係佢張藥方。3部經嘅分工，嗰6個字係咩？睇破、放低、日用。全中嘅，恭喜你已經有咗成幅地圖嘅骨架。今堂你拎到嘅嘢，一個人嘅故事，一張藥方嘅格式，3貼藥嘅名同分工，加埋3句原文，地圖已經喺你手。跟住落嚟，我哋逐個區行入去。第一個實驗，而家做。今晚瞓覺前，揾一件令你揸得好緊嘅嘢，一個人、一件事、一句說話都得，唔使放低佢。放低係遲啲先學嘅嘢。今晚淨係要你認出佢，同自己講一句：我而家揸緊呢樣嘢。認出係成個課程嘅第一步功夫。如果你想跟埋落去，訂閱然後開埋提示，下堂見。下一堂我哋打開嗰張2500年嘅藥方，睇下佛陀寫咗啲咩4聖諦。我係佛學 Viva，多謝你今日開始行呢幅地圖。